Hello，大家好，我係 Jordan 哥哥。影片開始之前，麻煩大家幫手俾個 like 先咧。今日呢條片講嘅又係我哋嘅超級大網紅河馬啦。之前呢，我有兩條片都講過，河馬同時俾房署同埋社署呢兩個部門一齊開花佬調查喎，簡直呢就係雙喜臨門啊！我真係恭喜你啊，河馬！到底邊個部門做嘢會快手啲呢？率先將呢個河馬落鑊。收公屋先啦，定係告佢詐騙先呢？今集我就會同大家好詳細同埋深入咁樣去分析嘅。各位好，我係 Jordan， 以前一個資深記者，曾經喺唔同嘅傳媒機構同埋崗位嗰度工作，依家係從事緊自媒體同埋 production 嘅。如果你都中意睇我嘅製作，又或者中意我睇事物嘅角度，各位不妨 subscribe 支持一下，另外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都係非常之咁歡迎嘅。好啦，咁我哋就入正題講咗河馬先。河馬咧就真係雙喜臨門啦，同時俾兩個部門咧就開花佬查喎。一個係房署啦，另一個係社署。到底邊個部門會快手啲將河馬落鑊咧？先講下呢個房署啦 ，update 下啲新聞先。呢個房屋局尋日啱先派出呢個署理常任秘書長就去咗呢個立法局嘅房屋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嗰度咧作一個解說。佢匯報咗今屆政府咧由上任至今啦，總共收翻咧大概9800個公屋單位嘅。每個新單位嘅成本大概係100萬嚟到計算啦。節省咗就98億嘅。呢個數字咧其實都顯示到房署其實有好積極咁樣啦，去收翻啲公屋嘅。今屆政府咧就係2022年開始啦，至依家就2026年嘅年頭，大概3年半時間啦，就收翻9000幾間公屋，平均每年咧都有2000幾到3000間咁上下喎。另外舊年1月開始啦，就推出咗呢個舉報濫用公屋嘅獎賞計劃喎。即係如果舉到一間公屋出嚟咧，就可以收到3000蚊獎金嘅喎。計劃推出1年以嚟，到底派咗幾多次獎金出去呢？原來唔係好多啫，得25個舉報人士咧係得到呢3000蚊嘅。哇，咁都幾少下喎。啲公屋係點樣收翻嚟呢？可能係嗰啲租戶自願交翻出嚟啦，又或者係相關部門查到出嚟啦。再唔係有啲可能係匿名舉報嘅，唔係志在啲錢嘅，即係好似河馬嗰啲黑粉寶寶咁樣舉報到河馬咧就已經開心噶啦，唔使收錢都得噶。至於河馬呢一壇嘅投訴咧，就係由呢個黑粉王鹹伯親身去投訴噶嘛。佢知道其實好多河馬秘密噶喎，譬如佢講到河馬收埋好多 cash 啦，不過咧嗰啲都係現金嚟嘅，查唔查到咧都仲未知道嘅。不過有2點咧就好容易查到啦。第一就係河馬將間公屋當貨倉噶，收埋佢嗰啲發晒毛生晒蟲嘅海味咁樣仲有佢日日帶住架車仔，帶住啲海味咁樣出入咁樣，照計 CCTV 咧一定影到噶喎。如果相關部門咧真係好認真咁樣去審視應該會查到嘅喎。至於第二樣嘢啦，就係鹹伯喺河馬屋企屈蛇超過1年噶啦嘛。佢咁大個人日日咁樣出入，即係個 CCTV 冇可能影唔到係嘛？同埋河馬咧，佢係虛報呢一個家庭狀況噶嘛。佢明明同鹹伯結咗婚嘅，但係咧就硬係唔肯申報。因為佢驚加鹹伯個名落去咧，第日又可能要同佢分身家啦。同埋佢成日發夢都諗住如果我老公攞翻嗰450萬，咁咪超額啦，咁咪冇咗間公屋咯。所以河馬死都唔肯加阿伯個名落去嘛。但係又俾阿伯屈蛇住咗成年喎。所以如果有關部門咧肯 check CCTV 的話咧，就一定 check 到嘅。再加埋阿伯呢一個人證啦，佢一個活生生嘅鐵證嚟噶嘛，大佬。你真係揾阿青紅嚟幫佢打都打唔甩啦。同埋我尋日條片咧都有講過嘅，有一點咧係非常之不尋常嘅，就係呢個房署明明有一個部門咧叫善用公屋資源組係專係去查呢啲濫用公屋嘅個案嘅。但係偏偏咧佢哋就將呢個個案 pass 咗去俾另外一個部門，呢個屯門租務部嗰度處理喎。
租務部咧係一個執行部門嚟噶嘛，專責就係處理啲租務啊嘛，譬如啲人搬出搬入啊咁樣，係一個執行部門而唔係一個調查部門嚟噶嘛。點解會咁樣嘅咧？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就會有少少懷疑啦，會唔會其實呢一個個案咧係已經成立咗，所以先至交俾呢一個租務部去接管去處理咧？而跟住下一步咧就係直接去出信啦，跟住收翻阿河馬間公屋咧，會唔會係咁樣咧？如果真係咁樣的話咧，我就真係恭喜阿河馬啦，同埋要讚一讚房署啦，做事咁積極啦，咁有效率啦，收翻呢一個公屋咁寶貴嘅資源啊！同埋亦都恭喜阿鹹伯啦，可以攞到3000蚊嘅獎金啦。咁呢個都唔係冇機會㗎，因為好奇怪啊！呢個調查嘅個案咧，竟然由呢個屯門租務部去處理。如果係真嘅話咧，通常嗰個程序咧就係會先出信啦，俾一個限期阿河馬去搬走啦，通常2至3個月嘅。不過中間都可以提出上訴嘅。咁以阿河馬嘅性格啊，就肯定唔瞓巢，肯定會上訴啦。咁所以都未必有咁快可以搞到嘅。不過當然啦，呢個都只不過係我個人嘅推測嚟嘅啫。咁我梗係希望呢件事係真㗎啦，因為香港啲公屋嘅資源係非常之寶貴㗎嘛，留翻俾啲需要嘅人啦。咁至於社署嗰邊又點呢？我前日都有出片講過嘅，就係河馬俾人舉報虛假申報詐騙呢一個醫療減免啦。咁呢個投訴咧原本就係由醫管局去處理嘅。不過如果遇到一啲複雜嘅 case，都會跨部門合作嘅。例如呢一壇啦，就交咗俾社署去調查嘅，而且係由社署旗下嘅詐騙案調查隊去接手調查喎。呢個調查隊咧專係查嗰啲譬如綜援啊或者其他福利嘅個案㗎。咁至於河馬呢一單 case 咧，竟然由醫管局交咗去社署詐騙案調查隊去調查。咁據知呢一個部門咧就有120人組成嘅，而當中咧亦都係聘請咗一啲退休嘅紀律部隊，例如督察級以上嘅警務人員啦去調查嘅。咁所以河馬今次面對嘅調查咧，將會係有機會由退休嘅專業高級警務人員有份去負責嘅，有機會係以一個刑事調查嘅規模啦同埋級別啦嚟到去查喎。所以如果河馬名下有其他嘅資產的話咧，查到出嚟嘅機會咧係會大好多嘅。另外河馬咧，佢係財商專家嚟㗎嘛，咁佢又成日買賣啲海味啦，咁佢入貨啊，同人交易啊，咁佢哋好興用啲微信啊、支付寶咁樣嚟到去交易㗎嘛。會唔會呢啲電子錢包入邊有佢嗰個出納嘅記錄咧？甚至乎佢有一啲錢咧係收埋喺呢啲電子錢包入邊咧？咁如果電子錢包入邊嘅錢咧，佢要攞翻出嚟都要經過戶口嘅，未必一定經香港銀行嘅戶口，咁可能經國內嘅戶口啦。咁會唔會有機會查埋佢喺內地嗰啲戶口咧？如果一般部門去查咧，就會比較困難嘅。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刑事調查經驗嘅警務人員去查咧，咁我覺得個機會咧又相對提高一啲喎。再加埋阿河馬又擁有大量嘅首飾啦。例如阿伯嗰陣賣俾佢嗰隻2加嘅戒指啊，成10幾萬㗎嘛，做嗰隻勞力士啦，都係10幾萬嘅喎。呢度加埋咧都已經成25、26萬㗎啦。咁另外阿河馬自己仲有一條珍珠頸鏈咧，嗰度又都佢話值2萬幾㗎嘛嗰陣。咁呢度加埋都成28萬㗎咯喎。而呢個醫療減免咧，個人嘅資產上限就正正係28萬幾。咁所以其實係好大機會過額㗎。希望呢一個社署嘅詐騙案調查隊可以好認真咁樣去處理河馬呢一個 case 啦。因為醫療減免呢啲咁寶貴嘅資源咧，係留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㗎嘛，就唔係留俾河馬呢啲咁樣嘅大食懶嘅。同埋相關部門亦都講過啦，如果一發現呢啲有詐騙嘅成分咧，就會即時報警嘅。而詐騙罪一經定罪，最高嘅刑罰係判監14年嘅。同埋河馬係已經申請咗同埋獲批咗㗎咯喎，呢一個醫療減免。佢成日諗埋啲屎橋，我唔去睇醫生咪冇事咯。如果佢真係咁樣諗咧，就絕對錯誤嘅。喺佢申請嗰下，啲資料係有任何虛報的話咧，係已經構成呢個詐騙罪㗎啦。咁啊，再重申一次，一經定罪咧，
最高嘅刑罰係判監14年嘅。咁綜合佢呢兩單 case 啦，我覺得河馬應該房署嗰度咧就暫時嚟講睇到嗰個機會咧係比較大一啲嘅，因為第一房署不嬲都已經係有查開河馬噶啦嘛，咁但係爭緊少少實質嘅證據，可能就係鹹伯嘅口供啦，就可以幫到成件事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就算 CCTV 影到阿伯成日出入，但係阿伯屎口唔認話。嘿，我上去沖個涼啫嘛，沖完涼就走啦。不過你哋CCTV 影唔到我啫嘛。咁如果阿伯屎口唔認咧，都吹佢唔脹噶喎。咁但係今次就唔同啦，阿伯咧就直接去舉河馬喎。佢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活生生嘅鐵證嚟啦。阿伯只要肯出席嗰啲聽證會咧，出嚟做證，係我牛哥飯鏟頭。唔好意思啊，真係咳啊，唔扮啦，行返啦。總之鹹伯肯認佢喺河馬間屋嗰度過好多晚嘢，咁啊 OK 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我覺得好不尋常嘅地方咧，就係呢單 case 竟然交咗俾屯門租務部去處理啊嘛。呢個係一個執行部門嚟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啦。就有合理嘅懷疑，相信呢個 case 咧可能已經係進入咗去收樓嘅程序噶啦。咁當然啦，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分析。係咪真係咁樣咧？就要放長雙眼睇下啦。咁至於社署嗰一面咧，相關部門都應該有佢嘅基本資料嘅。咁之前亦都停咗佢嘅綜援啦，所以應該起晒河馬底噶啦。呢個部門已經咁，但係河馬如果佢真係詐騙、虛報一啲資料啦，或者虛報資產啦，咁始終都係涉及刑事噶嘛。咁所以如果要調查起上嚟咧，需要嘅時間咧都應該係會比較耐一啲嘅。唔知道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咧？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啊！好，我今集就講到呢一度先啦。未訂閱嘅朋友幫手訂閱一下，另外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多謝晒，我係 Jordan 哥哥，拜拜。